咱即马要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14到16节。现代中文译本是第7页，台语汉语本第4页。马太福音第5章14到16节，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共读。14节，恁是全世界的光。一座起坐伫山顶的城是无办法暗藏起来，无人点灯放伫斗下骹，一定是放伫灯台面顶，好照遍全家的人。安尼，恁的光也应该照伫人的面前，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，来归荣光，互恁伫天顶的爸。愿听主的话，搁去行的人，得到大大的祝福。今日真欢喜，张德玲牧师要来甲咱讲的信息是最真光的灯，最真光的灯，请会众恭敬来领受上帝的话。各位兄姐平安。搁一摆感谢咱双联教会的听心，互大专学生事工会当伫今仔日来遮讲道报告，也互大家知影阮所做的。当伫北区大专学生事工纪念主日，我要用咱头拄所读的圣经，也就是马太福音书第5章14到16节，三甲甲咱思考一个题目：最真光的灯。时间伫1874年，日本人有派一个将军叫做西乡重道。带3600个兵啊，对日本的卡瓦萨基出发，往台湾来进攻，也是对台湾的南部登陆，拍今仔日台湾尾流的排湾之作。这个事伫台湾历史中间叫做牡丹社事件，日本人甲叫做台湾出兵。出兵的原因，若是照日本人伊家己的讲法，伊是安尼讲：1871年。琉球有一只船伫北腰湾伫遐拄着灾厄，54个船员拢总互原住民、互排湾族的人，规个拢杀死。然后过2年后，1873，日本小电关有只船拄着大风影，船破，人起来到岸顶，原住民将因的衫、因的物件拢摕了，不过这个人有安全来离开。日本人怎将1872甲1873两项代志夹做一项，甲清国抗议要求赔偿。清国的反应足趣味的，清国是安尼应答，迄是华语，我华语读一摆，台语再个翻译一摆。清国安尼应：生番系我化外之民，问罪与否，听凭贵国处理。我是啊。安尼意思都看你要怎做拢知你啊，吼，迄都根本我都管袂着的啊，歹甲要死啊，吼，啊无咧甲我纳税啊，迄都我化外之民，啊，恁若要安怎处理，在恁啦。哦，日本人讲我在阮哦，好，安尼阮出兵。其实这样代志吼，还有一个案外案，这样代志的7年前，有一只美国船叫做 Rover。啊，咱中间的少年人伫恁课本拢有个翻做罗妹号，有人个翻做罗发号。即美国船中间船长伊的太太甲船员拢总有10几个人，嘛伫南台湾去碰着石头，船破人收起来甲岸顶，10几个人拢总互排湾族的人杀死了，干剩一个船员去灭咧。甲排湾族遐人走了后，伊对上台湾的涉南兵一直走找官府要告，我他找拢无官府啦，一直走到对遮有官府，你知走到高雄，啊去遐报案才知影有一只美国船拄着这款灾厄，啊美国知影，紧就要派伊官方的代表要甲清国来处理，结果台湾迄个时阵无美国的领事馆，所以上近的领事馆伫厦门。所以厦门的领事李先德 Charles Zander 就来到台湾，要求台湾的负责人来出面，我要甲你定条约，你后摆袂使阁做这款代志。
无拍算。这个清国的人嘛是印象上的话，挺平贵国处理，伊怎无法度找人甲伊做伙入去，佮找人翻译的人做伙入去，甲台湾族的所在，甲因定条约。这条约内容基本上就是安尼讲。后摆若佮有阮美国船，阮美国的船伫附近拄着即款的灾害，人若想上岸，拜托咧，毋通甲因杀死，爱甲因保护。这个条约，各位列位，各位兄弟，是正式的条约。美国甲台湾族的人正式立条约，这个条约到今仔日还伫美国国会内面。事后 ，Charlie Gender 都在想这样代志，这个代志应该是我甲清国立条约啊，哪会我甲台湾的人定条约？到底清国的势力受到南台湾无？甚至后来伊个怀疑有到中央山脉无？甚至怀疑有到台湾的东边无？迄是到1867年呢？迄年是对一年？你敢知？李休牧师起来迄年，后来伊写一本册，这本册翻做中文就是讲，台湾的原住民区敢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？后壁迄个题目是 question mark， 伊的答案是啥物？毋是，因为我去甲台湾的人做伙定条约，我毋是甲清国的人做伙定条约。咱即马拢有讲第二春啦，吼，无偌久伊伫英国伫美国的即个任期了，然后去日本的外务省，吼，就是咱即马外交部去伫遐做顾问。日本要出兵的时就甲问，我这若出兵吼，去到台湾的时，敢会引起国际干涉？查理·杰恩德讲保证袂安心。1867年吼，我要处理的时阵。清国清楚安尼甲我讲，青番是化外之民，毋是我的国民。恁要安怎处理，在恁处理，挺平贵国处理。做你甲出兵，袂引起国际纠纷，袂引起任何的代志。怎安尼？伊这个理论伫迄个时阵真出名，叫做翻地无主论。日本人就因为安尼来出兵。但你看这。我今日毋是要上课啦吼，虽然恁知影我伫大学咧教册啦吼，毋是咧上历史，不过我要通过这段历史，互咱想象代志足趣味的。清国这样代志了，才惊到，安尼台湾的南边会互人想讲是，什么人要来占就属于的；台湾的东边会互人想讲，什么人来占就什么人的。然后较紧的派一个人叫做沈葆桢来台湾。紧处理，毋通有即款代志发生。所以沈葆桢来做几样代志，足侪代志吼。其中有几项足趣味，我甲大家分享吼。头一项，伊紧伫恒春起城，迄起城是一个象征，你甲人讲，我的统治的范围到遮，所以咱才会当伫海角七号看到恒春城，若无你看袂到。沈葆桢去的，然后伊行东部嘛会向讲。所以就紧的，甲遐桃竹苗地区遐客人，恁经做地伤少是无？我甲恁讲，东部遐足侪地还未开发，请这客人紧搬去东部。恁开拓了吼，会记你甲我纳税哈，迄纳税单互我做证据哈。我甲纳税人去到台湾的东部，所以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。到今仔日东部有客人无？有啊，凤林这个客人真就伫咧啊。你看这个，佫一项上要紧的。较紧诶，伫台湾诶上尾流起一座灯塔，莫阁有即款诶代志来发生。起灯塔是为了甚物？因为清国真清楚一项代志，伫黑暗诶中间就有危险，伫光明诶中间就无危险。沈葆桢啥物人恁知影啦？吼，沈葆桢因丈人都叫做林则徐啦。沈葆桢的孙啊，这沈履巡了，即嘛主笔大赛啦啊！伫黑暗中就是伫灰暗中，人生的路途嘛是相像，无光的引带，
咱是伫黑暗中，伫危险的境遇中间。光是一种指引，一种境界。有光的所在，互咱知影，咱徛伫倒落，我要安怎做？我要正手明去，还是要倒手明去？光是一种境界。头前有石头，毋能够头前去。所以咱伫日无港口，你会注意到这样代志。暗时的时阵，迄个港口拢拍一条光的水路，迄水路拍光，互船出入照光的引出来行，出入得到平安。你听这，伫这种的理解下面，咱搁一摆来读今日圣经节。我用现代台语译本来读，我嘛鼓励咱尽量用现代台语译本吼。阮真拍拼认真要紧翻落了，不过新约甲诗篇正面已经出来，咱会使用啊吼。我读16节就好吼。亲像安尼，恁的光着照伫人的面前，通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，来荣光恁的天父。真白啊！这个巴克勒是台语已经差真济啊！吼，这真正是现代台语啊！吼，伫即句话中间有一个词叫做好行为。这个好行为吼，要准备这篇讲章，我特别过去再一摆查希腊文，我发现了一个所在真趣味。迄个好行为的好，希腊文是卡拉，那翻做罗马字叫做 KALA。啊，这字后来变做英文，变做 Carlos。Carlos 是什么意思？迷人的，有够迷人。这字的相关的内容，拢有好个迷人的意思。啊，但是翻译哦，真歹翻，咱就抓一个上要紧的意思，好甲翻起来，迷人我都爱切掉。这翻译拢常常有拄到即款代志啦吼。我即么参悟伫现在台语译本，我嘛去碰到真侪即款代志啦吼。我会记我不时头壳听吼，啊去买止疼药啊。啊，一摆迄个卖我药的人知影我是咧教台语的，啊咧甲我问，红水乌大斑，中文怎么翻？我讲红的美丽，黑的漂亮啊，哈。伊讲意思是无毋对，迄味都无去诶。红水乌大斑，某一个气势遐无去诶。我迄无法度啦，翻译无法度，安尼都对啦，一定要说我走前一撮啦啦，迄头法度，我意思翻得对，安尼足够啊啦。小声，好行为的好，重要意思甲翻出来，但是迄个迷人意思却无。耶稣咧甲咱讲，咱若诚做光，伫咱所徛起的家庭，伫咱的班级中间，伫咱所处的社会，伫咱上班的情境中间，你若诚做你迄个环境的光，这是见证上帝的好行为，上时是迷人的。但是中间即款做人做即款好个迷人的行为，我若要真正一个讲，会讲到阴暗12点，我就简单举宣教师一寡例就好吼。啊，我举的内容大家足熟的吼。啊，咱拢无想即款人做即款代志。我第一个举巴克利，托马斯巴克利。我请问大家，巴克利替咱做啥物代志？翻译圣经，吼，到即摆咱足侪人抑搁咧用，抑搁有无？报社、教会广播，抑搁有无？报社翻译圣经，巴克利要替咱做啥物代志？办台南新人院啊！哦，这对咱影响是足大啊！巴克利个编过一本字典呢，吼，这代志咱拢暂时按下。我要甲大家讲这样事。我有想到巴克利头下来一个人，还未结婚的时，伊来伊拄着甘威廉牧师，伊拄着李秀牧师，伊来无偌久，李秀牧师就过身，然后。甘威廉牧师是一日到晚拍走的人，伊拍走毋是咧佚佗啦，吼去澎湖宣教啦，去到台北找马街啦，吼啊来到台湾的中部宣教啦，去到埔里啦，等啊去走，伊家己一个伫台南，伊咧想讲要做一寡什么款的工作，影响台湾教会久搁长，新人院报纸即款久搁长的工作，伊一个人伫遐咧思考，请问大家。伊周围无一个会晓讲英语的人，食米无像是伊故乡的食米，伊也未娶某。例如我问恁，
伊会孤单无？咱拢无替伊想呢吼。我读一段记述，咧记讲巴克咧伊孤单的时，伊艰苦心的时，无人通讲话，讲一个母语的时，伊唯一的安慰是啥物？你敢知影？伊想起李修牧师的笑声，伊心就得到安慰。听到我想李修牧师咧笑，可能足大声的款啦。想到迄个声，心就较快活。咱有想到，伫咱头前引带咱的教会往头前行宣教士，伊唯一的安慰是想到另外一个东港的笑声无？迄个孤单是到什么款的程度？咱可想甘伟林，甘伟林为咱做什么代志？头拄仔讲骗我宣教，还佫有无？字典，甘字典，还有无？咱拢我食从这宣教书袂记了呀呢。1900年，甘伟林替咱编一首圣诗歌呢，影响到今仔日呢。伫闽南的圣诗叫做用心新诗呢，圣诗是要创啥？用人的心呢。甘伟林讲神学毋对，伫张老庄的神学毋是掠人做中心，是掠上帝做中心。所以吟圣诗是学了上帝，毋是咧用心的。伊怎将名改做圣诗歌？咧歌摕掉，咱即摆吟的诗叫做什么诗？圣诗。用到即摆也毋知，迄是甘伟林来。迄神学整个甲咱对啊正，所有一切崇拜所做一切，为着要荣光上帝，改革中央传统。甘伟林做这事啊？甘伟林要做啥物？对哩？伊要做啥物？伊敢无伫遐四障痴迷的人中间做真水的工？敢毋是？伊一摆去到伫白河严正伫遐问道理，拄着一个叫做温王温主，迄个姓温的温王就是一个旺盛的旺温王。要甲问道理，伊真紧，感觉这人真聪明，反应真紧，真巧，无目睭人都无呢。讲你哪会安尼？因为阮附近有100外个人，拢甲我敬有相像。阮拄着白河遮一个路盘姓吴的，若互伊看无介意，半路5、6个人去围一个人，用手段对目睭甲捂出来，我就拄着这款情景。甘伟林牧师听了心悲白艰苦，等于英国无钱找人发明碰字，互这人会当得到帮助，通过蒙字来得到知识。迄无真侪钱，1890年训诂堂开始开学，台湾第一间特殊学校。咱的人拢看这人无安怎，都互伊去卜卦算命，互伊去共斗打册啊，管伊是死是活。只有一个甘伟林牧师看到这人，对耶稣的脚步心就灵敏，帮助这人。1890年，伫台南成立训诂堂。1897年，日本人入来，伊承受呢，人的个人的资源甲政府的资源一定是无相像。所以，伊就想一步，伊就甲日本的总统府讲：，恁敢会当官方接起来，用政府的quyền力来办特殊教育？日本的总统府答应，所以这间学校后来变做公家的，进入国民政府变做台南的省立启聪学校。伫台南市出来，哇，倒手边无人。这间学校目前的情况是啥物？你敢知？这间学校目前的行政系统属台南大学。早期我即阵我毋知，全台湾有2个所在挂甘伟林牧师的像，一个是马经教会，就是台南启聪学校校长室。我毋知影即摆校长室抑佫挂伊的像啊无？就你遐即我要甲大家讲，甘伟林牧师伫台湾40几年，做尽一切工，有欠亏伊补助，有人艰苦伊安慰。到最后要离开台湾的是身无分文，伊等于到英国无厝通住，爱用税。
我读到这段资料，我会流目屎。咱啥物人咧为即款人想？伊为咱想，咱敢有为因想？你若要讲来，这个故事我真正讲袂了。我阁讲一个就好。戴仁寿医生，一个为你公会牧师的囝，带一个浸信会会友加入长老教会宣教团，来到台南新楼做院长。诊断了头一个汉生病，咱较早叫做泰国病患者，伊马上警觉，台湾绝对还有其他的泰国病患者，绝对毋是一个。果然，一个一个发生。所以后来伊离开台南南部英国长老教会的宣教请假，后来加入加拿大长老教会宣教，过来台湾的时，所以派来伫马街病院做院长。所以伊是唯一捌伫新楼做过院长，搁伫马街做过院长的人。伊过来是早12馆迄个时阵的特效药，听讲迄款时啊吼，大风水哦，注入血管的时，迄规个人也皮皮出，啊注一支是爱两三大人啊刺掉咧，迄写才做会入去安尼。伫马街病院，特别皮肤科门诊，啊伫遐咧摕药啊是排药啊。迄有人看到泰国病患者摆到后壁，他惊到要死。我甲院方抗议，拜托啊，你毋通看即款病啦，摆到我后壁，啊摆到伊后壁人嘛惊呢，毋通看即款病啦，无法度。戴仁寿医生就买附近的一间礼拜堂，买签纸，迄间礼拜堂就是咱双连教会的。所以用迄间旧礼拜堂做诊所，啊伫遐看患者，患者一直增加。一天拄着这样代志，一个人来啊问戴医师讲：戴医师啊，你病院即个角落吼，阴暗花大好无？我袂甲你拍拉绳，我还保持个足清气啊！拜托个花大，我棉被衫我拢甲你款。戴仁寿问伊：你敢无厝？拥有？你敢无囝？有？你敢无某有？啊！你想要来遮住？因阮厝诶人毋敢甲我住做伙，我是住伫后壁低调，我甲低住做伙。昨暝风台顶头诶安尼片规个吹了了，我抢规暝雨，互我拜托一下，迄边仔迄角吼，看会当互我住无？即个宣教师深受拍动，开始去找地，准备要。或者无地通去住低调的人，会当集中住做伙。台湾才开始有麻风病集中的所在。第一个所在，伊找到的，毋是鳌山园，对对？新庄，伊上第一个找到的新庄，找伫即个富台边啊，即马都乐生疗养院。后来日本人讲，哎呦，你找到所在真好，地方真好，计划真好，安尼我家己来办。安尼我伫世界地位继续悬讲，我嘛安尼继续文明的安尼，啊，再一笔钱互伊讲，啊，互你去世界游览啦、观察啦，互迄戴仁寿医生气甲吼，讲这样代志，敢若特别咧抢人的某咧，日本人敢若特别咧抢人某，伊写伫伊册内面啊，啊尾也无法度，家己搁另外去找，才找着对一块地，鳌山湾啊，吼，找着今仔鳌山湾，我要讲这样代志吼。伊决心要去鳌山湾做院长的时，我甲问大家一句话就好，问你问我，用咱的诚实来回答就好。伊迄阵还阁是马街病院院长，做14年。伊决心辞掉马街病院院长，要去做鳌山湾的园长。你还知影哦？遐药也好，遐生活费也好，拢爱伸长手做去食世界分啊！拜托来甲阮帮赞者啊！我问你，问每一个兄弟，每一个姊妹，那你要做马街病院院长，还是要做鳌山湾的园长？你家己问家己。我诚实讲，我要做马街病院院长，无摕出来，咩事嘛较有风。我毋是讲马街病院院长毋通去做，迄需要人做，绝对爱需要。有真正有疼心的人去做，不过咱对这项代志，咱看出讲，
对人修做讲好的行为，好过骂人的行为，迄是违背人性的。总是伊知，这个工作需要有人做，甲伊的新生娘两个人做伙伫遐经营熬山洞，这个所在要到伫今仔日。啊，24世代代志，日本人赶因转去，伊太太死伫故乡加拿大。伊隔壁住一个南秦的老师阮香才，两个人住厝边。后来缀医生娘过身的时，啊，我读到迄个记事，我实在心底安真感慨。缀医生娘过身的时，缀仁修拜托阮香才来主持安息礼拜。阮香才对头到尾，用因两个人共同去的迄个所在的语言主持迄礼拜，用台语对第一句讲到上尾句。因这人所做的，拢是好过骂人的行为。恁兄弟，恁常常想讲，丁牧师也是敢拢讲古早，敢无现代故事？我讲古早代志，咱都也不一定明白啦。现代故事，咱搁知影搁较少。我今日学生主任，我讲一寡中青的青年所做的代志，互恁听。咱知影 RCA 离开，真侪人最近上法院告赢这个代志，咱知影无？知影人才举手者 RCA 的代志，好，多谢。迄是足重的毒。真侪人伫遐上班食头路，后来有着即款癌，有着迄款癌。RCA 走了后，哇，因准备要告，有一个律师就较紧甲RCA讲，你的钱紧搬走，互因告的是无钱通得。迄律师的名我公布互恁听，叫做陈长文。我直接倒遮讲，总是另外一个律师无共。当这人要告的时，伊徛出来，甲这艰苦人徛做伙。过10几年，今年成功，本无介济钱，毋过这人是中青出身的青年。这人教会一个会友，一个长老，伊伫中青的时阵，这辅导常常甲伊参加读圣经，认真甲因思考，要安怎伫咱的时代，成做军队耶稣基督学生，就甲遐艰苦人徛做伙，伊实践伊伫中青所学习的。阮伫济个宴会中间，常常会请一寡已经中青的青年倒转来。一个即摆伫文化病院做副院长的，伊来到遮，甲遐青年讲：我一世人所得到真正人文的知识，毋是对册读的，毋是对学校所读的，毋是对考试所学的，是伫中青团契遐老师、遐辅导教阮安怎读福音书，去认捌福音书内面的耶稣。当我军队骹步的时阵，我知影啥物叫做人文。我今日用即款的情形、即款的架势，伫文化病院带遐医生，一个伫即个上山疗养院的医生，讲参加中青团契对我上大帮助是啥物？我伫主业的时阵，迄信仰对我来讲是我的阿公、我的爸爸的上帝。总是我参加中青团契了后，迄个上帝是我的上帝。但你看这今日伫这个所在，搁一摆唤起，请咱关心咱的学生事工。我最后讲一项代志来做结论。逐个所在，包括上年事工、妇女事工啊，这个青年还是幼儿，所有一切的宣教事工，拢要紧，无对者讲无要紧。总是特别张德林牧师，你想参加学生事工遐尼久，可能我空前绝后啊啦，无以后无一个工都才像我遮久的啦，无人甲65岁还咧做学生事工啊啦。你太做遮久，我讲这有够迷人，这个领域有够迷人。是安怎讲？伫学生时代是追求真理的心上切的事。迄今仔日有音乐报道，招咧随去，听了有感动，随举手决志。团契招咧朋友，招咧倒来。你若讲开始开业嘛吼，开始做代志。我讲啊，咱做礼拜袂使，我礼拜日爱开业啦。我即摆就袂使啦，我今爱拜拜啦。我迄
麻烦。学生时间是一个人的界定的中间，是信主上好机会。咱若伫为着上帝缘故，伫这个时阵会当把握着这人，咱就把握着明仔载的社会。我记一个最后我要讲的咧，我会记我顶摆还是顶摆啊，我伫遮讲到黄树明牧师的故事，就是黄宗辉牧师的爸爸的故事。黄宗辉牧师的爸爸黄树明牧师，我讲过伫全台湾头一间做过有主任牧师、有副牧师的头一间教会，台南东门教会主任牧师。附近的中英中学就讲黄牧师啊，恁遐都有两个牧师吼，你较有骹手，你来斗兼阮遮宗教部主任。我咱即摆话来讲，就是校牧室主任啦吼。恁大概也会记得，我讲伊伫迄几年做宗教部主任的中间，黄树明牧师带344个学生囡仔信主。这个数目一直记伫我头壳底，这个数目一直咧挑战我，这个数目一直咧甲我讲，你所做的也无够。我今日要甲大家讲一样代志。伫这344个人中间，有一个人名叫做王金河。你知影伫青年中间传信主，遐人阁继续阁摊做，迄气力是偌大无？我感谢上南教会，甲阮奉献一个3年的工作者的谢礼，总是阮犹原还无够。你可知影？学生工作无可能用学生囡仔奉献来支持所有学生工作一切需要，包括工作者写的一切活动需要，包括所有一切，包括爱支出的，迄无可能。所以咱大家搁说学生主义，倒转来到伫教会，甲大家拜托，请咱为这个有意义的工作来奉献，请咱不是为学生工作来祈祷，也请咱上南教会青年，无论你较南部去中部。东部任何学校，请你参与遐中青团契。伫台北中青团契嘛办真济活动，咱除了参与咱家己教会活动以外，鼓励恁嘛参加中青团契的所有一切活动。寒暑假咱有济，包括圣经先人研究班。我感谢上帝，圣经先人研究班，咱办一班500人，照满呢。一礼拜中间，拢总读圣经。分享圣经、讨论圣经、听圣经的专题，咱的囡仔有法度坐7天伫遐讨论呢，毋免得跳无要紧呢。我咧讲这500人，一年500人，我发了圣经的时，我接受名这个警总干事这个玉山新人院长，这什么人？我想煞袂记。杨启秀牧师。我想咧甲杨启秀牧师分享一个代志。我一年500人，这500人后来有人读新人院，有人做中级，有人做一般会友。这500人，我相信会真做长老教会明仔载上徛在气力，甚至引带咱教会往头前行的气力。阮上帝，阮众人拢总为阮所做的工来祈祷，也毋望阮所做的工。真正影响这个社会，影光上帝，你个正人当心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，阮会当坐伫遮，告别你是阮的老爸，阮是你的囝儿。主，这是你上大的恩典。阮搁一摆就感谢你，伫圣的主日，你互阮无往东，无往西，无往南，嘛无往北。互阮坐伫礼拜堂，用吟诗读圣经，听你的话，搁一摆甲你面对面。主，恳求你帮助阮，阮无论到伫倒落，阮真侪光灯照伫黑暗的世界，互别人看见阮所做的，就将阮的好行为归伫爸上帝。搁一摆将学生工作恭敬交托伫主你的圣手，恳求你帮助，当心伫你面前安尼恳求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